原来5星级酒店里卖300元一盘的水果葫芦是用红薯制作的，真的是太坑人了。它的总成本也超不过5块钱。这是他们酒店里的高级厨师从木工师傅那里学的雕刻手艺，所以他可以把黄瓜、胡萝卜、各样的水果、土豆都可以雕刻成价格昂贵的一道名菜。就像电视剧里演的群英荟萃，原来都是萝卜开会。普通的一道菜在一个高级名厨的手里就变成了一道美味佳肴，瞬间价值翻了几百倍。所以这就是5星级酒店里名厨雕刻出来的水果葫芦，蒸熟了以后香甜美味，而且摆在盘子里边特别的漂亮，显得特别高档。所以这也是有钱人的一种高消费。按理说这也不叫坑人，是人家的技术高。就这样一会儿的功夫，你看雕刻完了。